汽車，壓到最柔弱個就係單車。我諗咧，大部分啲汽車嗰啲人咧都禮讓嘅，最緊要你就唔好激嬲佢啦。我視踩單車人咧，好似一個族群咁嘅，所以佢哋有意外，我都會覺得好唔開心。要喺城市嘅馬路上踩單車，遇到啲咩困難呢？香港有冇條件發展成單車城市呢？歡迎收睇新聞透視。而家咧越嚟越多人中意踩單車，幾乎每個週末都有單車團喺市區嘅大街小巷嗰度穿梭。中意踩單車嘅人就話咧，香港有條件發展成為單車城市。不過運輸署嘅數字係顯示，單車意外年年上升。嗱，喺2013年咧，每日就平均有7宗，全年所有交通意外導致重傷或者死亡嘅有1300宗，淨係單車就佔咗40%。到底單車應唔應該推廣呢？哇 ，feeling good， 速度感咯，即係可以自己控制啊，即係自由啲嘅感覺。阿 Ben 5年前迷上踩單車，最初係喺單車徑嗰度踩，大約2年前就轉玩公路單車，會喺市區嘅馬路上面踩。不過今日佢只可以喺室內健身單車上面追求呢種速度感。其實嗰個意外，其實我係咩都唔記得咗，係啊。幾個月前，佢同幾個朋友由石澳踩出去西灣河，喺柴灣道嘅大斜路反車，頭部着地導致腦出血昏迷，鎖骨同5條肋骨裂咗，做咗2次開腦手術。我記得醒咗之後，都係回憶緊咯，點解我發生咩事咧？咁啊，跟住開始慢慢知道係發生單車意外啦，走車啦。好彩阿 Ben 當時戴咗頭盔，否則可能性命不保。但係因為曾經骨折，事後要接受復康訓練。而家諗翻轉頭，阿 Ben 話要喺馬路上踩單車並唔容易，因為我唔係揸車嘅，咁有時啲交通嘅規則要學咯。即係有啲手勢啊要打啊，即係有啲道路嘅規則啊要學咯。就唔好咧。就覺得哇好好玩啊！咁就冇去經過學習咧，冇經過訓練咧，就去到馬路度去做呢樣嘢。有職業司機話：好怕喺馬路上面遇到單車，因為有啲人唔熟悉路面規則，轉線轉彎都唔打手勢，亦都有人會逆線行車，對其他車同埋行人都會造成危險。譬如喺旺角、深水埗等等嘅舊區，經常都有人踩單車送貨送外賣。佢哋有時候為咗趕時間，車速好快，險象環生。小心啲啊！望住前邊啊，睇下。意外之後，阿 Ben 應承太太暫時唔再喺馬路上面踩單車。就算喺單車徑度踩，佢同一對仔女都要戴頭盔保護自己。我知道佢好中意嘅，咁但係都會好擔心佢第二時，即係如果啲小朋友啊踩單車啊，其實我都會驚佢哋會唔會又發生咁嘅意外咧？即係有陰影啊，係啊，即係今次好彩，唔知下一次會點咯。我覺得。其實喺馬路上面踩係唔係好適合喺香港呢個城市裏邊係俾單車去踩，因為實在香港嘅路係好窄咯，車又多，單車又多嘅時候，好容易你又唔讓我，我又唔讓你啊。在心那麼遠，也是多麼的想你，親愛的朋友，你在想什麼？知道我受傷，對於佢嚟講，我覺得即係有啲影響咯。好似我女都好擔心啦，跟住喊啦咁。我驚我哋永遠都見唔到爸爸。咁點算啊？咁以後爸爸踩唔踩得單車啊？可以踩，但係又要小心啲啦。以後咧唔俾爸爸踩單車喺馬路度。根據運輸署嘅數字，涉及單車嘅交通意外比率喺過去10年有上升趨勢，由2004年嘅12.7%上升到14年1至7月嘅15.8%。過去幾年涉及單車意外死亡嘅人數每年大約有10個人，
2013年有超過2600人因為單車意外受傷，其中有500人受重傷。相比其他嘅車，踩單車嘅人傷亡率偏高，排喺所有車類嘅第2位。運輸署話，涉及單車嘅交通意外，主要係因為單車失控同唔小心踩單車導致。運輸及房屋局以道路安全為考慮理由，唔鼓勵市民喺市區以單車作為交通工具。有一架正常嘅車慢慢噴到變咗白色嘅咧，你覺得個感覺好奇怪嘅，好似將一架原本喺馬路上行到嘅車，突然間變咗好似一架白色嘅幽靈咁，會唔會有一日我會變咗咁嘅咧？呢架叫做 Ghost Bike， 係將成架車噴到白色咧，就將佢擺喺啲單車意外嗰啲場地嘅地方，就我嚟悼念嗰個傷亡啦，等人哋關注翻香港嘅單車安全。呢架車係阿 Man 第2架做嘅幽靈單車。14年6月，一個外籍業餘單車手喺東涌赤鱲角機場南環路踩單車嘅時候，俾貨車撞死。阿 Man 就開始效法美國單車愛好者嘅做法，喺有單車人士死亡嘅交通意外現場，放一架全白色嘅單車悼念死者。噴嗰陣亦希望可以將佢噴得好啲，當係一啲尊重啦，對死者尊重。佢嘅單車朋友阿昌好認同佢嘅理念，借咗屋企嘅天台俾佢噴車。我覺得即係好有意義咯。呢個形式我覺得等同好似我哋路邊咧有啲南無阿彌陀佛咁咧，有個石碑喺度，而阿 Mandy 就用咗架單車做一個紀念咯、悼念咯。有單新聞話有個人有意外踩單車死咗，就或者有意受傷，跟住就過咗2日，大家就完全忘記晒。想將呢件事持續啲，等大家有個共鳴，認清楚呢件事係不停都會發生嘅。阿 Man 本身係個設計師，2年前成立單車組織慢騎主義，鼓勵城市人用單車代步。佢視單車愛好者為一個族群，每次見到有單車意外發生，佢都感同身受。如果我哋自己踩單車都唔關注，咁邊個幫我哋關注呢？有時我哋有啲感覺會俾車會恰嘅，因為我哋可能慢少少啦，佢哋有時會喺我哋好近咁樣駛過啊，或者好近會響啲安，有時嚇你一跳，仲危險啊！始終馬路即係車同單車係共用，同埋個政策都冇好特別為我哋要做一啲嘢，咁所以好多時我哋都要睇下啲汽車司機點樣去同我哋去共用啦。噴完單車，阿 Man 就將佢運到去葵涌貨櫃碼頭。出錢出力，為嘅係向一個佢唔識用單車代步返工嘅貨櫃碼頭工人致意。因為個事發喺個停車場口啦，咁佢哋個閉路電視影到嗰個情況，我見到呢個場面，其實我心入邊覺得好，即係好驚、好恐怖啊！嗰剎那覺得話人同車咁樣嘅對冚，咁人一定係生命好脆弱。我哋而家喺度出發啦，沿住深旺道，我哋深旺道去到東京街咧，其實下一個燈位，即係第2個燈位咧，就左轉，係小心貨櫃車，因為呢個鐘數係多貨櫃車。阿 Man 喺網上號召有心人參與幽靈單車紀念行動。第2晚由南昌出發，踩單車去葵涌貨櫃碼頭嘅意外現場。喺過去2年，阿 Man 搞過好多次唔同主題嘅城市單車遊。呢一晚嘅主題同心情同平時唔同。我哋會有一個默哀儀式啦，有1分鐘，咁而家預備開始默哀。咁我哋可以將支花插喺個車上面，等有個獻花儀式啦。嚟呢一次悼念儀式嘅人全部都唔識死者，不過佢哋話大家都中意踩單車，都係道路使用者。有人話見到意外導致死亡，覺得好唔開心。
會見一次就好難受，係啊。譬如對上一次，其實冇記錯應該1、2個月之前，我都覺得要用到一啲踩單車朋友嘅生命，先至可以俾一個訊息喚醒到呢個社會或者政府，即係覺得呢個其實已經係一個非常之可悲嘅事。有啲國家制定單車友善政策，鼓勵市民喺市區踩單車。不過香港嘅單車愛好者就批評政府帶頭削弱喺市區踩單車嘅路權。我哋下一節再睇。審計報告批評發展局09年開始分階段擴展嘅4個新界單車徑網絡工程全部都有延誤。根據法例，踩單車嘅人同其他道路使用者一樣，可以享有道路嘅使用權。但係政府嘅政策就唔鼓勵市民喺市區用單車作為交通工具。有中意踩單車嘅人話，政府帶頭削弱咗單車嘅路權。2013年10月呢條土瓜灣嚟嘅，咁我同個朋友就喺度踩緊單車，沿住呢個馬頭圍道行緊，咁後邊已經聽到已經有啲響安聲喺度，好唔耐煩喺度催緊我哋。咁嚟到呢個位咧，就因為貨車突然間就喺我左手邊出現。將我逼過去，爭啲將我逼過埋去另一條行車線嘅。咁呢個做法好危險嘅，因為其實佢爬頭應該係喺右邊爬頭嘅，你唔會估計佢會喺左邊咁將你逼過埋嚟嘅。如果我唔係避佢，我已經俾佢車到㗎啦。香港單車同盟成員陳家良每日都踩單車返工，佢嘅單車裝咗前後鏡頭，影咗唔少喺馬路上嘅驚險片段。佢試過10幾次攞住啲片向警方投訴，有4次成功檢控對方不小心駕駛。法例上面咧，單車一落到去馬路咧，佢就係交通工具嚟㗎，就完全要遵守所有介入法例嘅。咁但係有冇得到即係其他道路使用者同樣嘅對待咧？咁如果我哋為咗安全嘅緣故，我哋行出啲即係我哋要轉線，我哋或者甚至要去到嗰條行車線嘅中間即係確保安全嘅時候咧，咁好多嘅司機就會覺得點解你唔行喺側邊點解條馬路係我哋㗎嘛？咁樣即係有種咁嘅心態，馬路係汽車㗎嘛。陳家良話：同外國好多單車友善城市相比，香港嘅單車要喺馬路上行，可以話係困難重重。美國係一啲好汽車主導城市即係甚至世界各地，甚至倫敦都係。因為政府下咗決心要去改善交通要去改善嗰個城市嘅環境個規劃，起咗單車徑，然之後啲人就去用，啲人用嘅時候咧，發覺好喎，好正喎，咁跟住咧就越嚟越多人用，咁就成功啦。喺美國唔少大城市，譬如係三藩市，70年代已經開始實施單車分流政策。設有單車專用通道俾單車行，巴士嘅車頭會設有單車架，方便踩單車嘅乘客放單車，接駁公共交通工具。喺英國倫敦，2010年已經建立城市單車系統，提供1萬架單車，俾市民喺700個分佈喺市內嘅租車站嗰度租用。市內嘅單車公路將會由而家嘅4條增加到12條。而喺日本京都，部分行人路劃分咗單車道俾踩單車嘅人用，啲單車亦都可以行上行人路。單車比行人快嘅，咁你一定咧要睇住啲行人，即係唔可以猛咁橫衝直撞咁樣，係一種嘅互相尊重禮讓嘅文化啦。陳家良話：呢啲外國城市同香港一樣，都係人多車多，當地政府善用單車做乘客分流。鼓勵市民短途踩單車，減少用車。不過香港政府只係識得起路解決塞車嘅問題，唔肯喺市區起單車徑。當你越起路嘅時候咧，其實咧發覺咦又冇咁塞咯喎，跟住咧又多咗人用車去嗰條路嗰度，結果好快又塞翻嘅。
即係你無止境咁起路咧，其實就係只會無止境咁塞車落去。外國有單車友善措施，香港政府對單車嘅態度又係點呢？運輸及房屋局回應查詢嘅時候話，唔鼓勵市民喺市區用單車作為交通工具。陳家良批評政府嘅道路政策同規劃無視單車喺城市嘅存在，帶頭間接令單車失去路權。咁佢都係喺多個場合都係咁講，即係話城市裏邊咧就唔適合用單車嘅，就唔鼓勵。咁唔鼓勵我哋理解就係佢係一種叫做係當睇唔到咯。因為其實城市根本就好多人都係用單車做運輸㗎，無論係送貨又好代步又好，咁多人咁想用單車，但係個政策就係完全係跟唔上。佢舉例話，好似紅磡鐵路站係單車人士接駁公共交通工具嘅熱門地點。不過車站通去尖沙咀暢運道嘅路口豎咗一個禁止單車同行人使用嘅路牌，單車人士唔能夠直達尖沙咀，要兜個大圈經紅磡先至可以去到。咁呢段路咧，你見到其實係兩線落去，一線上嚟嘅，有3條線，應該足夠嘅闊度咧，可以容許到單車可以落到去，同埋佢比較好短嘅啫，一落去就係啦。咁點解要封咗佢咧？簽名，簽名，有冇人未簽名啊？咪記，簽名。好。每個月嘅第一個星期日，呢一班單車愛好者都會從中環4號碼頭出發，去金鐘政府總部，向特首辦遞交請願信。2011年，香港單車同盟曾經發起環繞港島嘅單車遊行，爭取喺港島沿海起一條單車走廊，貫通堅尼地城去到杏花邨。佢哋喺嗰次遊行之後，堅持每個月第一封信，爭取政府認同。我哋好似每個月嚟都好似對空氣講嘢咁樣，我哋都不斷咁嚟，直到我哋能夠希望有一日盡我哋能力能夠爭取到呢條單車徑。我哋呢次單車行遊咧，係以表達我哋對單車徑嘅需要，同埋有關嘅措施改善。咁啊，麻煩你真係即係叫阿特首幫我哋手啊！我哋其實係好簡單，就係正如我哋之前講，都係爭取個單車徑嘅啫。多謝。而家港島區並冇單車徑，要喺港島區踩單車，唯一嘅合法選擇就係用馬路。遇到禁止單車嘅路段，就要落地推車。佢哋爭取嘅單車走廊連接堅尼地城同杏花邨，部分嘅路段要使用空置用地，部分就希望喺馬路上畫一條闊大約1米嘅單車道，俾單車優先行駛。而東區走廊嘅路段就建議喺橋底起板道，俾單車人士同行人使用。不過運輸及房屋局話，要喺市區揾到合適嘅土地起單車徑比較困難，但係會喺新市鎮同新發展區興建。有陣時我覺得，如果我哋係聰明嘅，即係有見地嘅，其實應該呢啲情況係喺意外發生前應該就要做啦。Uncle Moon 喺市區用單車代步超過30年，佢堅持喺市區踩，相信只要有安全裝備同遵守交通規則，單車同汽車可以喺道路上共存。佢承認有部分單車人士唔守路面規則，會喺馬路上同汽車發生衝突，譬如話唔打手勢就轉線，喺路中心平排慢駛等等，呢啲片段好容易喺網上揾到。佢認同單車愛好者應該先做好自己，先有利於爭取單車走廊。我經常俾人講話好沉㗎，我經常咁勸住佢加翻啲反光衣啊，燈唔夠啊加翻啲燈啊，因為唔係話你唔可以淨話眼燈嚟攞嚟應付政府嗰個嘅呼籲，你都要同外地嘅人交代㗎嘛，你要平安咁翻屋企㗎嘛。市區單車徑喺短時間內唔會喺香港出現。不過城市單車團就有如雨後春筍，每逢週末都有新手跟住經驗豐富嘅單車愛好者喺鬧市嘅大街小巷穿梭。嗱，各位講少少嘢先嚇。單車團最重要咧就係有啲安全嘅指引俾大家。呢度佐敦區啦。阿 Man 2年前開始帶單車團遊覽舊區，
遇到新手團友，佢會安排比較有經驗嘅人圍住佢哋，令佢哋有安全感。第一次參加咧就遲少少。我哋而家做緊嘅嘢咧就係用個單車嘅數量咧去製造一個比較大嘅保護網，咁令到啲汽車比較容易發現到我哋。我哋都成日想做一樣嘢，就係俾啲司機去習慣一下路面係單車出現咧，係將會越嚟越多㗎啦。咁佢哋都要適應一下。感受下果欄。你可以啊，影相啊！阿 Man 話：5、60年代嘅油麻地有好多人用單車代步，區內有單車鋪租單車俾人喺市區用。但係城市發展令市區嘅單車數目減少，汽車成為馬路嘅主要使用者。佢搞單車團就係希望鼓勵人將單車呢一種工具帶返去日常生活裏邊。點解會有意外咧？係因為配套問題啊，係因為成個城市對待單車嘅態度問題啊，定係佢自己嘅安全意識不足嘅問題啊？咁呢啲嘢我哋只要多啲人去思考咧，咁我覺得會引發到啲人去重整翻單車喺城市入邊嘅角色。無論香港或者係外國嘅資料都顯示，大部分嘅單車意外都係踩單車嘅人自己撞車。不過外國鼓勵單車嘅城市咧，就會加啲規範同埋設施，單車意外率可以降低。政府唔鼓勵市民用單車作為交通工具，但係中意踩單車嘅人呢，就堅持佢哋有道路使用權。睇嚟兩方面都好難會有共識啦。新聞透視講到呢一度，我哋下星期同一時間見。係第5屆全港運動會全城躍動活力跑，之後係學是學非。